日本啊明明知道論如今方方面面都唔係中國嘅對手嘅情況下，都依然要挑釁中國，咁究竟係為乜呢？嗱，換個角度嚟講，咁啊高市早苗表示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，咁如果台海真係爆發戰爭，咁日本又保得住台灣咩？答案就肯定係保唔住嘅。咁保唔住點解又要講呢？嗱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從日本呢個國家最近呢30幾年所經歷嘅事情當中，就可以窺探到答案啦。嗱，咁上期我哋講到喺上個世紀90年代美蘇冷戰結束之後，美國行到咗歷史上最膨脹嘅時期，原本制衡於日本同歐洲之間嘅蘇聯就突然間消失。從美蘇兩家嘅角度嚟講，的確就係美國贏咗。但係從亞歐地緣政治上嚟講咧，美國嘅影響力反而就開始下降啦。歐洲冇咗來自蘇聯嘅威脅，那麼接落嚟咧，威脅到歐洲嘅就只有美國啦。所以喺蘇聯解體2年之後，1993年歐盟嘅成立，推出咗統一嘅貨幣歐元。更多嘅目的咧就係為咗喺經濟上抱團取暖，對抗美國。軍事或者冇辦法同美國對抗，但係至少喺金融同貿易嘅話語權上咧爭取一席之地，唔至於咧成為一班又有錢又有技術嘅肥羊，等住美國嚟收割。咁今日我哋主要咧就講日本嘅，咁點解又講到歐洲呢？其實亦都係息息相關嘅。歐盟成立之後，經濟體量一度咧係同美國相差無幾，甚至到咗95年咧係反超美國嘅 GDP 一度係達到咗8.35萬億美元，一度超過咗美國嘅7.6萬億美元。試問如果你係美國，你睇到呢個勢頭有咩感覺呢？以美國冷戰後膨脹嘅自信心嚟講，咁顯然就係不可接受嘅。所以歐盟就成為當時美國喺經濟上最重視嘅壓制目標。與此同時咧，遠在東亞嘅日本就啱啱經歷完50年代到80年代爆炸式經濟發展之後，喺85年以美國主導嘅一紙廣場協議，將日本呢部高速發展嘅經濟列車就狠狠咁踩咗一腳急剎。僅僅係85年到90年呢5年時間，日本經濟就受咗重創。股價、地價短期內暴跌50%以上，銀行壞賬嘅激增，經濟嘅鏈式反應就狠狠咁打擊住每一個啱啱爽完30年賺到盤滿缽滿嘅日本人。呢個時候咧，日本就意識到，無論自己幾發達，只要一日受制於美國，一日受制於2戰後嘅國際秩序，一日受制於呢個冇獨立主權嘅框架裏邊，哪怕再多嘅努力成果，都係可以一夜之間變成泡沫嘅。要知道咧，日本呢個民族嘅野心係非常之大嘅。明治維新之後，擁有短短幾十年嘅工業發展成果，就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，征服亞洲嘅野心就咁去偷襲珍珠港，喺硫磺島戰役當中咧硬剛美國，唔食兩個大蘑菇咧都唔肯放棄嘅性格，又點會忍得住俾人哋捏住呢個經濟命脈，封鎖住自己國家發展嘅上升通道呢？所以爭取主權，打破2戰戰敗國嘅枷鎖，保護自身經濟通道、能源通道，係日本最大嘅努力方向。而壓喺日本上面最大嘅一座山就並唔係中國，而係美國。亦即係話，日本比任何人都希望美國冧低。雖然美國對日本仲有一定嘅牽制力，但係美國一旦衰弱，日本就好可能咧唔會再遵守開羅宣言、波茨坦公告等等呢啲咧2戰後嘅國際文件嘅約定，迅速搶島抗軍。而日本係一個資源貧瘠嘅島國，能源物資大部分都係靠海路進口，嚟自中東嘅石油航線經過台灣，經過琉球。一旦路線被封鎖咧，日本一樣係好難再談發展嘅。所以卡喺日本頭上嘅2道閘門，一個咧就係2戰後由美國主導嘅2戰秩序，另一個咧就係日本本土賴以生存嘅資源貿易命脈。所以當高市講出嗰句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嘅時候，佢哋係真係擔心自己嘅貿易航線俾中國控制嘅。而我哋睇翻歐盟，當90年代美國將主要精力放喺壓制歐盟上邊，包括咧樹立起俄羅斯呢個新威脅、科索沃戰爭、伊拉克戰爭，甚至係北約東擴，本質上咧都係製造歐洲矛盾嚟消耗歐洲。而咁嘅時期，對於遠喺亞洲嘅日本嚟講咧，就係再一次爭取發展嘅機會啦。喺美國人眼入邊，日本係既可以成為壓制中國嘅代理人，自己又可以隨時鏈住日本，為自己喺亞太戰略咧做呢個前哨嘅。所以自21世紀開始，正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，日本咧唔少資金比如軟銀等等咧，亦都開始大量咁投資中國，喺中國發展上咧就分一杯羹嘅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哋前面講到咧，日本頭上嘅2道閘門，美國嘅壓制同航道命脈，美國壓制咧就暫時冇辦法打破噶啦，咁航道命脈咧就係日本要死守噶啦。而我哋從地圖上咧就可以睇得到，東南亞、中東嘅能源同貨物
要運輸到日本就要經過台灣同埋琉球群島，而琉球群島有大量嘅美軍基地，短時間內咧就唔會有太大嘅威脅。但係台灣係中國統一勢在必行嘅，所以日本要阻止中國統一，干涉台海就係當下佢哋可以做到嘅事情，而咁樣亦都符合美國嘅利益，所以或多或少咧都可以喺美國度爭取到更多嘅支持。而台海問題嚴峻，日本就更有理由擴充自衛隊，而擴充軍事力量又係日本夢寐以求嘅事情，所以日本就一直喺呢個方向咧不遺餘力啦。咁所以咧大家就應該明白，喺高市早苗不斷升級中日矛盾之後，特朗普就並冇第一時間企喺日本呢邊，甚至咧仲有啲置身事外想賣隊友咁嘅動作，就係因為台海問題上由始至終佢係日本自己要搞嘅，只不過咧亦都係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國遏制中國嘅發展路線，所以過去美國一直冇太多嘅意見，甚至仲會有所支持。但係一旦呢個行為開始弊大於利，甚至令美國可能會有巨大嘅損失，美國就唔會再喺呢樣嘢上不遺餘力咁支持日本啦。因為美國而家好清楚，煽動台海問題就已經打擊唔到中國嘅科技發展同綜合國力嘅上升啦。所以美國寧願改變對華策略，都唔會繼續投入俾日本繼續喺台海上搞事。而喺近幾年嘅中美博弈當中，美國亦都漸漸咁落於下風，日本咧同樣都睇在眼內嘅。以往僅僅係靠一兩句言論就刺激下台海從而就可以得到美國嘅支持，而家咧就已經行唔通啦。中國正喺度崛起，美國正喺度衰落，而家就已經到咗雙方綜合實力五開嘅分水嶺。既然美國已經喺台海問題上幫唔到日本太多，咁咧日本就乾脆繼續升級，賭上國運，引爆中美衝突。一旦衝突升級，兩國就必有一方損傷，或者兩敗俱傷。如果美國勝出咧，咁日本嘅航線就算暫時保住咗啦，至少可以延長唔少時間爭取發育機會。如果美國落敗，日本就有機會突破第一道閘門，掙脫美國嘅封鎖，甚至喺日本嘅眾多美軍基地咧都有可能撤走。日本同樣就可以贏得喘氣嘅機會，即使可能付出唔少嘅代價，但係佢哋認為只要到時候哈腰道歉足夠誠懇，我哋咧就唔會將佢亡國滅種嘅。只要到時候乖乖咁認錯寫幾封道歉信，表幾次立場，一樣咧係會保留航道，甚至繼續喺中國市場做生意。而佢哋又認為中國就唔會好似美國咁暴力咁壓制日本發展，所以再俾佢哋幾廿年嘅發育咧，一樣可以重新起身至少比而家要好得多嘅。所以總結嚟講日本咧就俾鎖鏈纏身多年，發夢都希望可以重獲新生嘅。翻到100年前工業發達、經濟活躍、軍事強大，擁有獨立主權，唔受任何國家牽制，擺脫土地貧瘠限制，實現自己擴張野心。而當下中美博弈當中就此消彼長，嚟到短暫嘅平衡點。而自身國內嘅問題嚴峻，人口老齡化，日元受美債影響咧就持續貶值，物價飛漲，民眾生活質量咧就不斷下降。支柱產業就比如電子汽車，慢慢咧亦都俾中國追趕搶奪市場。新興產業就比如半導體AI 大模型等等咧，就更係遠遠不如中美兩國。兩道閘門，二戰後戰敗國嘅枷鎖一直掛喺頭上邊。所以我哋而家外交部點解要頻頻提到要維護好二戰後嘅世界秩序，就係喺度敲打美國。一旦你美國放開日本，就係自己破壞自己為首主導嘅秩序。到時候全世界就有樣學樣，咁首當其衝咧就係世界各地嘅美軍基地啦。呢下連鎖反應咧，你美國就好難收場。所以美國要管好日本鎖好呢棟閘門，咁大家都仲有偈傾。而中國統一亦都近在咫尺，日本嘅另一道閘門亦都徹底由中國掌握。日本從此一切嘅發展咧，都由兩個大國話事。日本軍國主義，日本右翼想重生，想捲土重嚟，基本上就冇晒機會啦。所以喺日本衰落中美平衡嘅窗口期，日本右翼就只有賭上國運去賭一鋪，贏咗就可以爭取重生嘅機會，輸咗大不了咧再等100年。只要國家冇喺地圖上消失，佢哋就可以繼續猥瑣發育。